钞票侬勿嫌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假如生活侬勿拿胃口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外头白相侪是侬买单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三个短裤套了外头，觉着自家老帅，胸口写着 S， 我帮侬帮比赛加着 B。哎，朋友，侬有学会哪能门开金？不但只好一家头跑牢皮个子老伤心，就好比刚刚一想买条狗来养成落雨天到上班高头走条白天，从来不依不想。要么乱来，两只手侪要没，想出书勿好出，别个勿会再着升级值。让爸爸帮侬讲，侬不要听，让妈妈解释克，侬拎勿清。偏要让㑚爷爷设好闹钟，半夜3更赶在里坐起来抽侬两只大头耳光。每天为了钞票发愁加班，又没钞票，我只想要点补贴，不要再罚我洗洁精。搿偷只键盘，再偷只鼠标，凑成一套，就讲头房产，感觉像中了500万。哎，丫头，小市民心态，我就是搿副头是侬弄我哪能办？上天叫侬摆伊去见面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而且记好要侬吃下去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吃好脚皮还要吃大皮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等侬统统吃好以后，还要帮侬讲讲清爽，伊拉慢慢是个拉拉，叫侬以后不要再来。哎呀，OK，我一户那妈子哩哩哎，侬叫人家上顶老头，人家当侬猪头噻，人家身价几百万，侬身浪只有10几块，人家讲我人凭啥嫁拨侬只大盘菜？呀是啊，我和侬讲搿叫真爱，我和那囡从来没去开过房间，我没拉家，我是王四王，大不了跑了那囡一道去跳黄浦江，不要再讲阿拉屋里向侪是外地人，我们家里就是自从18代里苏福人，传到上海乡下人不得了，我老年嘛轰大来下拉出去要烧5根皮带，上海房子买不起，买了车子养不起，女人谈不起，上门爷娘叫侬洗出去，看不起穷小囡阿拉去请8万，请讲道理，把阿姨也只好悄悄讲侬讲乱了吧？一双小人就上双胞胎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一吃两个侪是男小孩，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侪不听侬闲话哪能办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侬讲乱了吧？骂伊两句，伊还会得帮侬打响打，吃好饭没马桶个冲，拿侬顶了杠头浪。想抢钞票啊？啊？3、2、3，跳！我来这边看到，走吧了，走吧了，走吧了。走吧。